近期以伊衝突升溫，有咩股份可以鎮住個倉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傾下軍工股龍頭 LMT。Lockheed Martin 係全球最大國防承包商，業務包括航空、導彈、太空等等，收入主要靠政府合約，尤其係 F-35戰機。今年第一季受導彈系統同戰鬥機需求帶動 ，LMT 業績好過預期，多賺1成，並且維持全年展望，睇得出管理層對業務有信心。近期地緣政治升溫，資金追入軍工股。正如我喺以伊衝突專題提過，唔同國家有機會加大國防預算，軍工公司訂單自然水漲船高，相信 LMT 都會受惠。股價方面，6月13至17號3個交易日 ，LMT 累升超過2%，同行 RTX 更加累升半成，創歷史新高。而 LMT 距離自己歷史高位仲有一段距離，股價落後可能同美國最近削減一半 F-35戰機訂單有關。不過我覺得等佢消化完呢一個消息之後，股價有望突破。我自己會考慮中長線部署，搏佢有機會上返歷史高位啊！你哋又有冇買軍工股呢？邊一隻係心水？留言話我知啦！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 Kobe 財智密碼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